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明仔载高中以下学生囡仔准备要开学，若上课大家上烦恼的迟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做伙来看到，这读做迟，读倒一迟第5条。照古早甘梅林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迟到运仔行缘缘的意思，咱讲是缘迟迟缘。若是讲一个人做代志丢途，咱讲是迟疑。另外反应若较慢，咱讲是迟钝。早晚会安怎？古早讲是迟速。另外一个人若是含人约束伤晚到，古早讲是迟刻，咱现代讲是迟到。这词伫民间字典冇收。另外，另一个人现代讲是甲人苦毒、欺负、糟蹋，也有人姓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延迟，某人讲是迟延，也是讲迟延做代志去拖着较慢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迟动，嘛是同款意思，代表是迟延延前着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人是无法度挂无事牌，若是感觉身体无拄好，爱摇，都爱赶紧去病院，互医生看检查看卖，顺一下。若是讲有状况，才袂去延迟着。万不利，若是迟动，安尼就唔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迟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